在连江甲北港的大坵岛，最近这几年已经真做是无人岛。当地生产百外只的台湾梅花鹿是真出名。不过最近，正在发生梅花鹿的角，去互锁啊或者是鱼网啊填掉咧。当地认为讲有可能是中国的渔民趁半暝啊用鱼网啊要来掠梅花鹿。官府讲会加强巡逻，预防搁再发生。梅花鹿的鹿角互锁啊填掉的，工作人员赶紧去偷开。伫连江县北港的大坵岛，岛上的台湾梅花鹿生态真有名，但近期却传出岛上的梅花鹿接触互锁啊，也是渔网啊填着鹿角，互渔民甲民代怀疑是人为造成。现在他们都在我们周边无人岛上面采贝壳啊那些，我们海巡根本没办法作为，因为都是海边嘛，他们都在山上嘛，怎么会缠住？一定是有人去做这个动作吧。民代质询的时阵提出质疑，连江县长王忠明表示，确实有传言中国渔民会趁暗时上花掠鹿，但嘛有可能是梅花鹿无小心踏到废弃的渔网啊。因为大坵岛目前是无人岛，真歹管理巡查，民代嘛呼吁县府重新找人顶岛管理。我们现在初步的构思，希望这个岛能够委外经营，那就有人进驻，相对的问题就会减低。这几年我们都没有接到渔民报案说大邱岛的鹿有被疑似被载走。那我们每天在海域上面的船艇也没有看到有船把这个鹿给载走的。海巡表示，目前无发现有中国渔船想要登岛，嘛无接到通报。但看到梅花鹿一直互伤害，却查袂出原因。县府表示会请相关单位加强巡查。另外讨论是毋是爱装监视器，海巡增加雷达，全面预防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连江报道。